迎收睇寵物健康你要知，我係 Dr. Darian， 呢個係我今日嘅健康小助理芒果露。我哋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個主人每日都會面對，但係好少人會了解嘅話題：寵物食品嘅成分同埋營養，邊一個先至係選擇寵物食品嘅時候最重要嘅依據？好多主人會俾無添加、無穀物、天然、人用級呢啲咁嘅標語嚟吸引到，但係究竟乜嘢先至係真正對毛孩健康最大嘅幫助呢？今日就等我為大家解答。成分同營養係唔同嘅，成分係原料，而營養係結果。成分係用嚟製作飼料嘅材料，例如係雞肉、米、粟米等等；而營養呢，就係呢啲原材料所提供嘅蛋白質、脂肪、維生素同埋礦物質等等。營養先至係影響健康嘅關鍵。營養均衡係先決嘅條件，無論係用乜嘢嘅食材，如果做唔到營養均衡，英文嚟講係 complete and balance， 呢啲食物一定唔係適合用嚟長期單一咁樣食用。寵物喺唔同嘅階段同埋身體狀況有唔同嘅健康同埋營養需求，所以更加應該因應唔同嘅情況，揾出最適合嘅食物。天然唔等於營養完整，天然原料的確係一個好嘅選擇，但係純天然嘅食材其實好難完整咁樣提供所有寵物所需要嘅營養，需要經過專業人士同埋獸醫營養師檢視過之後，加入營養配方，先至可以確保對貓貓狗狗係最安全而且有營養嘅。人用級別只係最基本，喺市面上面可以買到嘅食材全部都係人用級別。好嘅寵物食品要留意嘅係整體營養設計係咪有科學根據、合適同埋可以消化。選擇有完整與均衡呢個標籤嘅飼料，咁係代表呢一個飼料已經根據營養標準設計，可以單獨咁樣提供每日所需要嘅全部營養，根據年齡、體重同埋健康狀況去選擇配方。唔同階段嘅貓狗所需要嘅營養比例都唔同，選擇合適嘅處方或者係階段性嘅配方，先至可以真正達到健康支持。定期帶佢哋去做健康檢查同埋體型觀察，主人可以透過觀察毛髮嘅狀態、便便嘅質地、體重嘅變化，呢啲去判斷營養係咪適合。必要時可以去請教獸醫。無穀物或者無添加唔代表更加健康，有啲標語雖然吸引，但係咪適合寵物仍然需要視乎佢哋嘅健康狀況同埋營養需求而定，並唔係每一隻貓狗都適合嘅。營養比例嘅高低亦都唔代表啲乜嘢，有啲人會認為蛋白質越高就代表越好，但係事實上都係根據寵物嘅身體健康狀況而去選擇，唔好淨係睇包裝嘅行銷語。選擇飼料嘅時候應該以營養完整、有科學根據、有化學檢測、有專業人士把關為優先，必要嘅時候可以諮詢獸醫或者係營養師嘅建議。多謝大家收睇寵物健康你要知，我係 Dr. Darian， 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了解寵物健康嘅大小事。